使徒行传第14章，相款的代志嘛发生伫以哥念。保罗甲巴拿巴入去犹太人的会堂讲道，结果有真侪犹太人甲希腊人来信。毋过遐个毋信的犹太人煽动外邦人，互因厌恶信徒，对因起反感。不过因两人伫遐待真久，靠主勇敢宣讲，主赐因能力，行神迹奇事，证明因所传恩典的道理是真实。城内的群众煞分裂，有的话犹太人，有的话使徒。迄时外邦人甲犹太人以及因的官长计谋要伤害使徒，用石头甲因钉。使徒知影即个代志，就逃避去路哥尼的罗斯德甲德比两个城，以及周围的地方，伫遐继续传福音。伫罗斯德有一个人软骹不时坐地，对出事就袂行。伊听保罗讲道，保罗注目甲伊看见伊有信心，通得到医治，就大声讲：站起来，站直直。迄个人就跳起来行。群众看到保罗的所做，就用卢哥尼的话大声喊：有神明化身做人，降临伫咱中间啦！因称巴拿巴做丢书，保罗做尼尼米，因为伊是主讲者。城外有一个丢书庙的祭司，伊牵牛不摕花环来到城门口，要甲众人做伙献祭。巴拿巴甲保罗两个使徒听到，就跳破衫，撞入去群众内面，话讲：恁若在做即款代志，阮嘛是人，甲恁拢共款。阮来遮传福音，是要互恁离开虚假的偶像，来归向迄位活活的上帝。伊是天、地、海甲其中万物的创造主。早前的世代，伊用阮万民行家己的路，不过伊一直有通过所做的好事来显明伊家己，就是对天落雨，照时修行，互恁食物充足，心内欢喜满足。使徒讲这话，才忍阻止群众对因献祭。有一寡对彼西底的安提阿甲以哥念来犹太人，煽动群众用石头钉保罗，想讲伊已经死，就甲伊拖出去城外。门徒为我来时，伊徛起来，行入去城内。隔日，伊甲巴拿巴做伙去德比。保罗甲巴拿巴伫德比传福音，互真侪人真做门徒。后来因倒去罗斯德、以哥念甲安提阿，沿路坚固门徒的信心，鼓励因持守信仰，佮对因讲：咱着经过真侪苦难，才会当进入上帝国。因两人伫逐个教会任命长老，用禁食、祈祷，将因交托互所信的主。因两人经过比西底，来到邦菲利亚，伫别家讲道了后，落去亚大利，对遐坐船，倒去安提阿。伫遐教会有将因交托伫上帝恩典，找因出去做现在已经完成的工作。因到安提阿就调集教会的正信徒，将上帝甲因做伙做的一切，以及伊甲外邦人开信仰的门的经过，拢对因报告。后来因甲正门徒待一段时间，